班1000，大熱暫時係10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都好多隻喎。中間位置人和家興啦，內欄燭光晚餐就走埋上去啊。出邊啊聖萬金第4位啦，白帽就路勁埋到欄添啊。第5仲係年年幸運啊。後邊嗰扎馬啦，有藍地球啦、63千里啦、智勝攻略啦。咁啊再後邊大約尾4度咧就平天紅啊，尾3交學費。咁尾二位置咧就川河石區暫時墊下維港激流嚟嘅，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放啊嘛，外邊位置就聖萬金嚟嘅，埋邊啊燭光晚餐啊。第3位有人和家興啊，年年幸運第4，第5就路勁63千里啊，跟住個第6啊，後邊馬藍地球平天紅啦，再後啲先見到智勝攻略嗰啲馬，最後直路啦，內欄傳上嚟啊，燭光晚餐鬥緊聖萬金啊，呢個時候人和家興沿住個中檔追，外邊上仲有呢隻年年幸運啊，後多層啊馬，咁啊見到外邊追上嚟有平天紅嗰啲馬，接近終點啦，人和家興埋邊鬥緊出邊年年幸運兩匹馬相當接近，人和就家興啦，外邊年年幸運兩隻馬好近，不過埋邊嗰隻呢。係咪高盤啲呢？第3呢，中間川河石區就追咗上嚟啊！出邊仲有一隻㗎，咁啊一路內閃，平天紅呢都衝埋上嚟啊！潘頓啊惡鬥布文，似乎都係潘頓啊技勝一籌，跑第2名呢就年年幸運，第3好接近啦，中間初出嘅川河石區，第4都好近，出邊平天紅啊！前面有前面鬥，後面有後面鬥。哇！今日潘頓布文啊，第一次包 Q。